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耶稣讲：“我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这个世间上，恁有苦难，但恁通够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”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。耶稣讲：“我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这个世间上，恁有苦难，但恁通够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。自从咱人类始祖犯罪以来，咱人类就袂当避免伫这个世间上的苦难。咱受苦难，并不是因为家己本身有啥物前世轮回所带来的因果关系，是因为这个世界因人类犯罪扑伫恶者魔鬼的手下。因为安尼，咱看到来来去去的人，无论是荣华富贵，还是善良的人，也难免受苦难、病痛、失望、心灵空虚，甲各种生活沉重的担尽艰难的困苦。年纪若是留较大的人，咱听见因咧谈话，拢是伫咧讲到家己的历史，但每一遍咱拢发现，因对人生拢是充满着感叹，因的希望大多数拢破灭，事业也真少有成就，婚姻爱情也拢遭遇挫折。有时所感觉的，就是一个见袂着天光的漫漫长暝，一生只是伫沉重的忧患、哀愁中间等待生命结束。人生各种痛苦打击，无疑是天父爱咱入捌伊、归回伊、亲近伊、回转瓦靠专营的造物主、永生的救赎主，将咱灵魂的性命交予伊。有当时咱本来掠做通好勉强留伫咱身边的人事物，常常被人生忽然来的暴风雨连根挽去。但是注定是为家救赎的爱，对信靠伊的人来讲，是又搁温暖又搁永远袂改变的。伊永远要带伫咱灵魂的生命内面，互咱会当超越着对世界情欲来败坏、物质的诱惑、苦难的打击、生命的威胁。伊大声的呼吁咱所有的世间人，我靠伊的救恩，伊要赏赐咱，互咱得到伫伊内面真实的平安。耶稣讲：“我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这个世间上，恁有苦难，但恁通够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”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